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大西洋有史以来上早形成，头一粒伫咧6月就出现的五级风台佩罗，是造成在加勒比海地区真严重的灾情。虽然目前是降到4级的程度，不过这威力犹原是真惊人。上无是造成7个人死亡，也卖社宣布实施宵禁。根据美国海洋大气总署的预测，这佩罗是继续向西北边刷叮当。拜六礼拜对到墨西哥，甚至有可能会扫入美国的德州。虽讲在德州迄边是已经开始咧改变。强风搁大雨，伫牙买加首都金斯顿郡甲原本是5级大风台贝罗，前后扫过巴贝多、加咱的友邦圣文森，也有圣卢西亚甲附近的格瑞纳达，造成岛上灾情惨重。格瑞纳达总理表示，卡里亚库岛伫半点钟内扫走平地。虽然贝罗已经减弱做4级大风台，不过风速犹原高达每点钟225公里，已经对加勒比海地区造成真大影响。As you can also see, Beryl is centered about 265 miles to the east-southeast of Grand Cayman. So the Cayman Islands are sort of next in line for seeing significant impacts. And again, Beryl's moving west-northwest pretty quickly at about 18 miles per hour. 牙买加面对大西洋史上上早形成的5级大风台，也是超过15年来扫过当地上强的风台。牙买加初三实施全岛宵禁，总理阁宣布未来7天，规个牙买加拢是灾区。Hurricane Beryl is the earliest Category 5 hurricane on record. It highlights the growing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global weather patterns, particularly on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like Jamaica. 气候变迁和海水温度升悬，也和大风台更较侪，因为有报指出，贝罗会直接扫过墨西哥湾，度假小镇坎昆有真侪游客赶伫大风台到位进前坐无人机离开，当局也出动伫海保抢救海龟的人。de playa que abarca nuestro campamento tortuguero. Específicamente en Playa Delfines, el día de hoy estamos resguardando 93 nidos, que son aproximadamente 10.400 huevos de tortuga. 而且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 NOAA 阁预测，贝罗可能伫这个周末扫过墨西哥湾西南部，搁伫墨西哥东北部登陆，恐惊会攻击美国德州。德州州长艾波特已经指示应急管理部门制定灾害应对的计划。公视新闻陈伟仁报道。法国国民议会7月初7第2轮投票，右派国民联盟摕到的票数是破纪录。因为这右派作风是较极端、较保守，所以讲法国的社会就开始出现不安的气氛。亲像这巴黎让到几多千人行街路示威反对极右派，甚至阁有穆斯林的领袖是呼吁选民千万袂使互国民联盟争做国会上大党。Vous pouvez pas voter. Vous avez sûrement des grands-frères, des grandes sœurs, des parents, des grands-pères, des grands-mères. Il faut qu'ils votent pour Éric Woerth. Je suis venu le soutenir. 国民议会第2摆投票倒头算第4天，总理艾塔尔去北部换子县选区为中间派联盟同在候选人扫街拜票。左派新人民阵线甲中间派所组成的共和国阵线，推动起步策略也有明显的效果。7早公布的上新民调，有些国民联盟伫总数577席，应将阿未席次为230到280席，减少到190到210席之间，离过半289席差正大。国民联盟伫第1摆投票得到1200万人的支持，比2002年大选足足成长3倍，震撼各界。社会出现惊吓甲不安的气氛，特别是首都巴黎，这社会党执政的都市，连续2摆选举拢对气球讲唔，选后逐天用各式各样的反气球架路示威，车站市中心用好广场都几啊千人。Donc j'espère qu'il y aura un sursaut parce que pour moi, ben oui, j'ai mal à ma France. J'ai vraiment mal à ma France. J'ai honte de ce qui se passe. Et j'ai envie de pleurer quand je sais. C'est épouvantable. Je suis venue ce soir malgré une sciatique depuis 2 mois et demi. J'ai mal, mais je suis venue. 学术地非正权法兰西工学院历史学者李地在内一千个历史学者，前日伫世界报发表一份反对结球的联名批，穆斯林团体公民组织领导人周三伫巴黎大清真寺开记者会，呼吁全国团结，共同保护法国的未来。Le projet
et le langage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se sont bâtis sur l'invention d'une peur et d'un antagonisme, le musulman. Nous sommes là, présents aujourd'hui, dans cette mosquée, pour discréditer et remettre en cause ce programme forgé dans le racisme, la xénophobie, l'intolérance et qui renie l'histoire et le présent véritable de la France. 选前紧张，国民民党总调乐鹏七日伫电台专访指控马克宏跨选前目标，关键替换包含后边驻青官员在内，真济政府官员的做法，相当是行政政变。政府发言人特沃诺其早伫记者会爱乐鹏较冷静咧，唔通看一影生一囝放弃消息。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二抗艺术环太平洋军演，美军费兹杰罗号出海执行任务。这只船舰是最近才搭载 NSM 海军打击飞弹，这火力是真强。美军嘛证实会测试伊的效果。2024环太平洋军演第二届空军媒体参访各国军舰，公司新闻就美军费兹杰罗号驱逐舰军方开放及主舰炮、飞弹发射坑等点军事实力。美军费兹杰罗号的武器系统上大特色，就是有装海军打击飞弹 NSM， 要来取代什么呢？就是要来取代原本汽车飞弹的发射器。不过目前这个 NSM 也无法度加新轮系统来做整合，所以暂时用锁落式的方式，甲 NSM 直接锁伫咧飞行甲板顶头。NSM 海军打击飞弹射程超过180公里，反舰火力强大，2个月前才顺利装伫军舰顶悬。美军真保守秘密，无开放互人翕。费兹杰罗号隶属卡尔文森号航舰打击群，军演期间捌做伙执行空中、水面、水下舰舰行动。费兹杰罗号较早捌发生重大浪船事故，2017年伫日本外海甲货轮相撞，致使7个人不幸死亡。费兹杰罗号嘛紧急进入横须贺的海军基地去修理，到尾开大票155亿，差不多2年半才修理完成，重回舰队服役。Fitzgerald's mission in this, we will be tasked with the Carl Vinson carrier, and they'll carry out taskings for us as directed. They'll tell us what to do, and we'll follow through with it. It's a new projectile to replace the old 70s Harpoon missiles, so it's brand new. We're going to be testing that out and see what it does. 这届环太平洋军演的最高潮，就是要拍船。美军费兹杰罗号敢会对卡文森号出海，做伙来验证 NSM 海军打击飞弹系统是值得关注。另外，记者嘛有去咧日本运输舰国东号，唔来当载运135个船员，另外还佫会当载330人。记者即马就徛伫日本国东号运输舰顶头，记者即马徛所在就是船的飞行甲板。虽然国东号无咧载军机，毋过嘛是会当互直升机来停。这个飞行甲板一届就会当停2只直升机。国东号会当停18台904战车，透过升降甲板载运。船舱内还佫有 LCAC 登陆空气船，若做拄到自然灾害甲时间早烧热，快速投入救援救灾任务，上济当协助200个受难者脱困。国东号会当支援卡车运输的任务，会当看到记者即马徛喺这个平台，一直咧清起哩，会当看到伊有真强的升降能力。We joined the Iron Fist 24 exercis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so, and so we conducted amphibious operation training. 日本参加环太平洋军演，本来团出派2只准航舰出分号、加护号，不过这几天伫珍珠港拢无看到军舰的踪影。对这件代志，日本无回应。外界研判，日本可能把防卫重点放伫印太地区执行其他任务。记者综合报道。秘鲁利马摆一首渔港冲就街路，真侪汽车驾驶赶紧打动，甚至有骑脚踏车的民众捡鱼弄着。也若是伫咧印度的国家公园，受西牛因为大水不幸渡水死亡。南美洲国家秘鲁首都利马的街仔路，车伊是真乱。一只失控的公牛伫街仔路乌白扫，伊冲入去车路是哭撞，汽车的驾驶拢较紧让路予伊。伊走到一半，佮忽然间变坏的，或者是惊较紧打洞啊。这只公牛面对警察围捕的时阵，佮走去弄边仔骑脚踏车的民众，害人是规个连车拢倒去，骑起来了后嘛较紧闪开。这只乌白扫的公牛落尾总算伫警察围捕之下互掠着啊。伊的主人事后嘛讲，会赔偿这只公牛造成的所有的损失。在印度受西牛死去，东北部的阿萨姆邦，车衫因为落大雨，雨水是汹汹涌起来，造成卡吉兰加国家公园内面的西牛渡水死亡。
So far, 8 deaths have been recorded, including the rhino calf, which was drowned inside the park. 除了西牛，国家公园其他的动物嘛受困。当地官员已经救出野兔仔、水獭、像蓝鸟等等70多只动物。印度顶个月是经过烧热的天气，即马总算降雨，但是雨势却是大水雨，予东北部和西部真侪地区拢做大水，造成严重的灾情。 यहाँ हमारी बिजली चली गई 3 दिन तक बिजली की भी तकलीफ थी उसके बाद बाटवा जीबी द्वारा उसे रिपेयर करने आए हैं लोग वो भी ट्रैक्टर लेके टीसी लेके आना पड़ा और उसके बाद हमारे यहाँ कोई यहाँ आने जाने का अवर जवर बहुत बंद हो जाती है और रास्ता सभी बंद हो जाते हैं 阿萨姆邦目前已经有约3000个庄仔头是予大水淹起，死亡人数是超过50个人。附近的曼尼普尔邦嘛因为风灾，教育机构是休困2天。印度政府已经派出军队来帮助救灾。气象部门是警告讲，未来几天印度的东北部会继续落雨，灾区的情形恐惊会更加严重。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即马才打7月初，这天气都热个惊人。 过去这欧美国家的民众，便若寒人过热人到，就去南欧也是东南亚这寡靠日头的国家来度假晒日头。不过即阵这日头是已经上过毒啊，连上爱晒日的西方人嘛制止袂掉，就开始找一寡较凉的所在去。所以讲，就出现一个新的英文词，用凉、cool 甲 vacation 度假夹起来，英文词或者 quocation， 意思就是去凉凉的所在度假。 在欧洲有4个国家是真受欢迎，主要是集中伫咧北欧，亲像这丹麦甲挪威，因主要是伫咧10几度到20几度，佮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通好探索。要若是芬兰，大概是20几度，因为这日真长，都有真侪时间通好安排行程。要若是波罗的海边的国家爱沙尼亚，大概是18度到20度左右。若有自然资源，佮互形容是欧洲的文化之都。 所以讲，唔那些爱走室外行程的人去佚佗，嘛些真侪爱看艺术文化游客去享受凉凉的天气、安静的气氛。游客摕手机翕家己要甲湖水、甲油美景地记录落来。北半球热天高温创纪录，一寡民众无要过去欧洲南部，像希腊还是意大利佚佗，是去温度比起来较低温的北欧国家展开酷凉假期。 Para huir del calor, básicamente, ¿no? Y porque Noruega nos llamaba la atención hace mucho tiempo, por el paisaje verde, las montañas, el hielo. 酷凉假期 ，vacation 这个新名词是指去凉爽的所在度假。即马热天一年比一年烧热，尤其潮汕甲热水节常常听到。伫高纬度的瑞典甲挪威这国家，煞变做上侪人爱去的所在。像讲平均热天的温度伫20度左右的挪威。 游客大部分会坐船欣赏壮丽的关山甲极湾，嘛顺续闪开一般观光景点人客人的情形。Et voilà, qu'il y ait moins de touristes, que ce soit vert à ce point, c'est waouh, que la nature soit préservée, tout ça, c'est. And the PR value already for these 4 months, I think it's about 5 million Swedish crowns already. So it has been a trend that we see has set off. 虽然酷凉假期为北欧国家带来新的商机，当地人为一时来这么侪人阵感觉烦恼。像讲去挪威盖伦格极湾的重要交通要道海尔希特小城镇，往年冬季加加300游客。即马伫遮坐船的人大幅度增加，一只船会当载满6000人，也有可能引起过度旅游的忧虑。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根据 Google 公布上新的环境报告，显示这2023年的碳排放量是比2019年增加48%。这其中上界主要的来源，就是食电真上重的人工智慧 AI 的运算中心。Google 公司上新的报告内面指出，讲2023年整体的碳排放量是1430万吨，比2019年的基准是增加48%，比前一年度是起哩13%。因为 Google 要提出2030排碳净零的目标 ，Google 一方面表示讲未放弃，但是嘛承认讲，即马看起来是真严格的挑战。Google 公司的分析指出，讲直接的碳排放虽然是真低，但使用电力这能源和供应链造成的碳排放就真惊人。其中为着要执行人工智慧的云端运算，大量使用电力的排放量就占1/4，其他的3/4是对建构相关资料中心的供应链来的。
一阵拍表在推动减碳的科学家组成的民间组织减碳计划，认为讲Google公司一直到 IT 业者，袂当只是等新科技的出现来强化减碳，应该定期思考讲是毋是想挖靠人工智慧啊。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if we are using more energy to do something, that energy we want to push for it to come from renewable and low carbon sources as much as possible. But we also have to ask the question, what's the benefit we're getting from this data center or from this use of AI? Is it benefiting humanity? Is it making our lives better? Is it making our society more equitable? 事实上，各种人工智慧的模型，拢必须要有机器去学习和训练的过程，必须要建造会当进行大量而且快速运算的资料中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 在2019年的科技评论报告内面讲，相对复杂而且参数数量有2亿1千多万的模型，那佮加上神经网络架构超侪 NAS， 每点钟的用电量是超过656万瓦，成本是超过1亿。美国半导体研究机构 Semi-Analysis 某报告指出讲 ，OpenAI 为了要支援 ChatGPT 的运作，一天的用电量每点钟大概564万瓦，用电量这么高，意思就是发电的过程会有大量的碳排。Google 的开讲机器人双子座2023年出来，加上其他人工智慧的服务，碳排放大增加，是会当有机的结果。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